中国疫情防控管理部门国家卫健委12月26日发布公告称，将中共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并宣布自明年1月8日起解除对中共病毒感染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中共病毒感染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同一天，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还发布了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明确将中共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并强调此举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调整防控措施。对中共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等等。中共当局本月初放宽严厉的防疫措施以来，全国中共病毒感染人数多次在官方统计中打破了每日的记录。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国家卫健委停止发布每日疫情信息的举动，不但会导致感染和死亡数据进一步失真，而且意在逃避盲目解封的责任。中国疫情持续上升，染疫和死亡人数也在急剧增加，各地医院患者拥堵，殡仪馆爆满，尸横遍地的画面频繁传出。员工透露，每天都要火化大量尸体，部分殡仪馆内有人被发现卖号赠钱，引发了现场已排队数小时的民众不满，双方爆发冲突，警察来了也没用。中共开始封锁消息，北京已经派警察接管了火葬场。12月25日，网传北京各大医院的太平间全部放满了尸体，尸体无处存放，当地政府就把玉泉营的一个冻肉冷库也放满了，共15000具尸体。很多尸体已开始放在冷库的外面。12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有知情人士透露，殡仪馆和医院惨烈的场面传出后，引起了官方的不安。目前，北京的所有殡仪馆都已被民政局和警方接管，所有遗体只能由殡仪馆去接，不允许亲属自运。北京多家殡仪馆也证实，目前确实不允许家属自运遗体前往，必须由殡仪馆的车接，或者120的车送达。北京东郊殡仪馆人员还说，现在火葬场外的街道上已不允许民间的运尸车辆排队。中国电信设备华为与诺基亚日前宣布达成协议，继续向对方授权智能手机和网络技术。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此指出，尽管美国对华为进行了多年的制裁，但要在全球网络中剥离这家中国公司的技术，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报道说，尽管华为和诺基亚没有披露相关财务条款或上述协议的具体细节，但这两家公司都是所谓标准必要专利的主要持有者。这些专利涵盖了构建无线网络或用于连接无线网络工具所需的技术。中共借着“一带一路”全面进入了非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也让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英国智库的最新报告称，中共在早期阶段出于政治目的对非洲无限度撒币，如今让自己陷入了债务两难困境。日前，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0年之间，非洲的外债暴增了5倍。达到了696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共的贷款就占到了12%之多。中共由“一带一路”倡议在数十个非洲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延伸出了一系列的债务问题。因为担心许多国家无力偿还贷款，中共近年来已经大幅削减对非洲的信贷额度，但北京一直拒绝承认“一带一路”项目存在财政困难问题，也不愿意和西方合作，透过专门提供债务安排的巴黎俱乐部重新谈判问题贷款。此前，习近平也开始改变划分，称“一带一路”越来越复杂，需要加强风险控制与合作。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不会放弃非洲，除了商业利益之外，中共从非洲获得的最大利益是政治资本。